歡迎收看客家名錄學院每日一客語生活。今年客家語言在國慶大會導演用6隊建民署傅家賢精神做主題，邀請6隊總頭及創作演小導等。金曲獎最佳客語歌蘇羅文以同意否認導演製作團團長曾定凱等人向通規法演出，不做專業團隊123無強用視台嘅表演者，經過個人日嘅實猛訓練，但搶得到第30國慶也嘅重要嘅國家慶典上展現客家文化嘅熱情同活力。蘇富亞等嘅台灣結合搖滾、八音、傳統戲劇、武術等表演，展現客家文化嘅多元藝術，期望提升客家文化嘅能見度。本國內外貴賓同僑包見證台灣嘅多元文化，共同守護台灣也邁向國際。以上係客家名錄學院嘅報道。接下來愛教大家今本日嘅每日一客語，就是國慶。國慶，台灣嘅30國慶日為表演化慶祝。台灣嘅30國慶日為表演化慶祝，唔學為忙，下一拜章來了。